在个新闻要来关心农友的心声，因为这个暖冬的影响，云林的蜜枣的产期小可有去前着。即阵啊，这个蜜枣呢，才慢慢啊成熟，也就是会当采收。啊，即摆农历年比永过呢提早头了10外工，蜜枣收成呢，官媒府在过年的送礼，地思讲这蜜枣拢无销。 用手轻轻啊，甲挽一粒一粒圆滚滚的蜜枣，就安尼甲挽落来。每一粒拢重酷酷，规则规矩横看过，全部拢是已经熟，严过也未采收的蜜枣。这蜜枣种了真好，产量嘛好，严过农民看了煞无遮欢喜。本来我们都农历年是国历的2月4号啊，才这个开春了，就春节了啊。但是我们已经10几天前就过年了。 所以，那就季节有影响了。所以今年，这个过年前，我无都未出去。农民是真无奈，讲这边的寒天较慢来，枣啊熟的时间较慢，佮等到春节比永年佮较提早10外工。所以过年的时阵，蜜枣也未赴收成。等甲蜜枣熟了后，过年又佮过了啊，春节送礼无法度送蜜枣，怎卖出去？很脆，很脆啊。很好吃。 润甜，有声音哦，很脆哦，很脆有骨质。现慢现食，又佮甜又佮脆。收成落来的牛奶蜜枣比一般的蜜枣佮较大半粒左右。做礼盒来卖，一袋金会用的卖到100块。农民真无奈，因为果子园内底佮有15000斤也未采收，所以开放民众家己买。一袋金只要50块，佮会当加减摊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